咁如果即係遇到迷惘呢一個狀況咧，咁你會有咩建議？如果遇到迷惘嘅時候，咁當然啦，咁你要點都要了解一下嘅。雖然我好明白迷惘係因為佢出現咗可能唔止一種嘅情緒推咗出嚟喺佢嘅潛意識，可能係10種、20種、30種，咁我都要理解佢最近發生咗咩事。咁最容易知嘅咧就係問佢最近期啦，即係唔一定要有咩什麼大事件喎，你又要聽佢最近期到底佢嘅同佢生活模式裏頭有冇啲咩唔同嘅嘢出現咗啦，咁就去聽翻嗰樣嘢對呢一個人嘅影響有幾多啦。咁通常就係透過呢啲去了解佢到底點解會進入咗迷惘呢？咁即係話好假設，如果佢喺1個月前佢嘅屋企人有病，但係唔一定要大病啊嚇，可能只係一啲小病，可能嚟個傷風感冒，咁佢可能醫好咗，過咗一陣又嚟傷風感冒，即係反覆啦。咁當反覆嘅時候，咁佢就會擔心佢嘅屋企人，佢會有好多嘅諗法走出嚟。咁而當佢有好多呢啲諗法走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激起咗佢內在嘅擔心啦，或者恐懼啦，咁就係激咗佢呢啲情緒出嚟。咁我哋就要透過呢啲位去揾佢，到底佢喺邊個時候激起對佢邊啲親人有啲咩嘅情緒，有啲咩想法，喺呢啲地方去揾咯。咁佢知咗嘅時候，其實佢就冇咁驚啦，因為我哋人對未知嘅嘢充滿咗恐懼噶嘛。當一旦知咗嘅時候，就算未解決到，你都會冇咁驚先啦。係啱啊！迷惘最主要就係其實唔知發生咩事，知道嘅時候，起碼都仲有個方向。咁起碼過咗迷惘嗰部分，啲嘢都係容易解決咗嘅。係啊，咁所以呢個係基本了解自己嘅開始咯。因為你好多人淨係掉迷惘出嚟2個字，就一路迷落去㗎啦。因為真係唔知發生咩事啊嘛。但係其實可能一件好細小嘅事件係被我哋忽略咗啊嘛。我哋往往以為真係有咩大事件發生先至叫做係有問題，但係其實小魚真係去走去睇咗一套劇。劇裏頭可能有1-2句説話激起咗佢裡面一啲隱藏嘅情感，咁佢就會出現可能幾個情緒㗎啦已經。咁所以呢個係好普及嘅現象。咁當佢了解咗佢有呢個部分嘅時候，起碼佢會知道可以朝住邊個方向去改變啦。但係如果唔知嘅時候係冇方向，冇方向好難迷惘嘛。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情緒同埋身體嘅關係，可以關注我哋呢個頻道。